讲到这寒天无够寒，就无这个寒天的感觉咯。到着迄寒天，真侪人拢想要去看雪。这东北季风来到威玉山气象站，今早起6点外，就出现零下8.2度的温度。那雪霸国家公园昨夜就入冬了，会头一阵雪。目前这雪是还未扬。雪管处也呼吁民众讲，经过天国了后，就爱穿长鞋。那准无早长鞋民众，上好是紧落山。而且对明年1月初2开始到3月底，会实行入园爬山管理，来确保民众安全。对顺山园的脚步被雪的这些耐落去，毋过也真高。雪霸国家公园伫初6落入冬以来第一阵雪，虽然水汽减弱，毋过有东北季风影响，温度也真低。冰岛的积雪无扬起，毋过雪来烦恼温度回升了后，雪开始扬。山区的淡谷骨，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提醒山友爱特别注意家己的安全。雪山主峰及圈谷积雪厚度计有10公分，在此呼吁登山游客应该适时的携带冰斧、登山杖、圆盔及冰爪等相关防护设备，比例确保登山安全。雪管处预告，明年1月初2开始到3月底是雪季服务期，一般申请人数是1至6个人，包含领队，必须爱护落雪穿的装备甲技术自我检查表，特定区域需要登山安全管理评估表备查。冰岛落雪量达到雪超30公分以上，开放特定范围，予雪地训练队伍带营使用。日本登山路线会持续安排雪季指导员。气象署讲，这波东北季风持续到初8，透早辐射冷却影响温度真低，爱特别注意日夜温差。在清晨，预估北部及宜兰的低温普遍就是13到15度，那中南部及花东的话，普遍低温就是16到18度左右。那因为局部温度的一定都会再更低一些，像是在沿海空旷地区及近山区的平地，这里温度都会来的低个1-2度左右。那是玉山气象站初7早起测到负8.2度的气温，不过水汽减少，山区落雪机会无大。初8拜5日时开始，东北季风会减弱，各地温度渐渐升悬，一直到后礼拜2才有下一波东北季风甲锋面的通过，到时阵北部甲东北部才会搁降温变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